达尔文讲，物竞天择，适者生存。好歹世界是公平的，无说全生命的物种，和较早地讲，物种要按特别，生态要有按度用心，可能你因为自己优点，点到缺点。不过，唔听说爱学会用的老缺点，变做唔生存的样面。不过，蛮多也只缺点，绝对永久无可能应该生存的样面。No surprise 哦，哎，店里出所的，用就冇来好呀。哦，多钱？等一下。这些年来，我将一系列研发厅，空空的事情，啥做过动多。恭喜毕业。动过2摆碰掉，也出1摆3难，还来得那主音上山落海，一年落去放条岛，情势好太国足。大家一起拍照。迄讲本来再过1摆机会，也4年，尤其迄太好3年生加在热天，来做过的大件事情，俺就做得再多做1摆。明明姐。出特技。迄讲转到条摆，爱绝对唔会再国叫，也个开爱心碎的生活。哈口往前冲，直到人生密码给。松绑一条虫。相信自家无路用，莫冲就莫放。当当当当，嘿哈个走，当当当当，嘿松个走，爱老爱高松。当当当当，莫强勇，当当当当，眼漂的浪漫在心中。年前盼年梦，总会送出一种歌。看天不迷蒙，大不了去家等一步。莫偏就莫烦。当当当当。嘿哈个走，当当当当，嘿松个走错，老不错高错。当当当当，嘿哈个走，当当当当，嘿松个走爱留洒在心中。And 就向他走。好嘛。先说的，你可以喜欢多长就可以去调整。它到一定的距离的时候呢，记得哦，在抓虫的时候，因为它们对于这个白色很敏感，所以一定要慢慢的上去。那长杆的使用方法呢，主要是在树冠层上，我们没有办法够到的地方，我们可以采集一些我们还是采款唔识，明明明姐就要留下来诶，瑞成怎么该又推到暗夜？伊阿宝的真劲乖乖，做xong搭礼拜就要摘伊他昆虫，不过要他出一种设置，才会爱摘伊嘛摘不用诶。还有，那还有一件事情没给，移民姐用不给听我留下来。和爱是讲，
己发现自家爱到许瑞成呢。学成，今天采集就到这边结束了。来，把装备交回来给我。各位同学，如果有抓到疑似保育类昆虫的，记得拿来交给我，扔掉。不错。各位瞧，唔知呀，对眼学生你做乜嘅？你有没有变出来？你明明知道系上反对学生拿虫来做买卖嘛。昆虫买卖又不犯法，佢参加嘅国科会计划，那嚟抽都有可能可以基本學校退學。我又唔知叫參加，佢真係一眼神，唔知事情嘅嚴重，我唔知啊。唔敢講，我哋學校發名片金錢，冇想過可能嘅後果。其實，我對那項補充備品短少，我手底永遠做不正當嘅事情，我係真嘅切冇希望，老唔有關嘅。老眼有關有用嘅。你干嘛个用凶啊？遇到你，你剩下1年的昆虫的压力又太远啲麼？唔是。我老幾之間冇關係，冇關係。坤強，聽我急叫啦，也未係我嘅補娘，你使你日中法子講嘅出罪，就我中年嘅日子，做啲去年，唔本警察做佢嘅事情，我就應該去此條路咧。唔過，我冇按你錯，係因為我對你有私心。我老七家講，迄工作的改革，專心做研究，我沒算你將功贖罪。只要我繼續在這個位置上，迄個你想我賺得好高，仲係有機會啊！但我唔當咗自家嘅生意，怎會不顧那方嘅名聲？沒不顧自家嘅尊嚴，小馬用人，我一心想嘅，就係希望你做得比佢。拜託，係經自家嘅決定，我沒有逼你。沒錯，我就是要逼你。你話到，你聽咗俾行人老唔符合嘅路，我想做你阿爸嘅角色。個結局，我喺你嘅身上就做唔好。先生，有請學妹交報告書嘅，3年內會交本。好，我知嘅。聽講你。我同我做現代，我記得講，幾把停下來。幾把停下來？怎麼㗎？
一鸣，我申请国家的经费到山里头抓虫，是为了做研究。结果团队里面有人却想从中赚钱，从中牟利。我必须要为同学不正当的行为负责的。天公爷，那就会老高这条路。先生，先生，先生，这几条唔真知老人又冇关系。怎么嘅？怎么嘅？我老见买虫诶，有冇留下证据？嘿么，你站地就好呀！你一副自视清高的样子，你用诶，想教训我啊？我唔错，我就是要教训你，陈冠强。什么事情都有一个界限，现在你却为了自私自利，只为自己好，超越了这个底线。我希望你要记得，人生当中你做的每一个选择，都有可能伤害到别人，甚至影响到别人的一生。根本呢，发生嘅事情，就向人做一个欣赏，让我就送给亲民一口。先生，你这个怎么改啊？要全部去外部退哦。哎呀，既然唔够熟诶，有啲东西就会把 V 给废子啊。其实，我也得哦，使问下哦，本上海同学哦，一个阿姨啊。先生，好呀，安样唔好啦，也迄一生年心血的。没错，我老要条资料送本底下给你。唔好一本老少是搞本移民。要说是，迄先生我应该那本嘅，像张了的词嘅。安子说，唐先生讲，你想我一笔都爱留下来啊？我创业诶，阿年时候我投入辞退，成家吧没停好来。有时候来当家，就终于发过了。迄个也无得惯强的事情就好诶。先生唔会此条路，你唔会走，什么？然后绕到，你还破蛹而出，冇用用诶。结果。还迄老事情，你都不是嘛个？俺迄真用，迄年用，还迄只为老事情60年的西虫。没啥问题，唔像迄批骗人他慢掉诶，总有一年你会伫真经的虫包底度钻出来，变做东江的神兽。到时间就会敌，你为超能力与整归。乜个超能力？
点出骗你热情的超能力啊！你说会吗？该？我在健风也送本。你讲的错，杂设置，迄个做个庆贺一件事情。第一头会给你，你老欣赏，第一就是讲的话，也全部躺到了。你迄讲，最紧要开始，也就给听我垃圾这杂册，个人决定。去听放音以后，我放松到的，我对唔晓的，係我做所有事情的动力。不过，我应该行出来，你好好想看啊！我切家未来，都在想爱嘛个，不过要得答案，做唔得再高兴。出门也张警方也变作人的重点，你输起来就唔系再个发强啦。唔系再个人呢，他本来期望等下要拿掉，爱心。本一摆，有一摆插过来，有一心，他有出唔会好，这个枪，你也较严掉的嘛。谢明，不对哦。一鸣，瑞辰，我中意你，不过你想搞本爱嘅梦想，
倒暝硬系迄幕好歪，毋是倒来。三国。喂。好。喂，嘿，是陈生。哦，好啊好啊，可以可以。你要看新装的房子吗？好，9点。好好好，那我跟你约9点。好好好，待会见了，拜拜。请问你认不认识个叫杨启泰的医师啊？我是他弟弟。哦，你们的名字很好认啊。可是最近来了几次，我都没有看到他，他是不是到别家医院去了？他过世了。啊，杨医师，对不起。学成，
什么帶我轉來呀？看報道上嘅情形。举手之勞，我同接來呀，做基地保育，亦都係我。媽媽放佢出現，開眼哦，出緊下。前幾年咧，我轉來，出廠試看啊，顧講兩名。我哋一下係房中嘅 top sales。一拜進來了。轉昆蟲呢，做處理告訴，你哋植物醫生團隊地圖做些。那係我啲阿同叫陳學姐做照顧嘅。當個用下幾聯絡方式，買波嘅出咗得。希望老藝小嘅客戶專人服務，幫你滿意。要按上分嘿。有用嗎？冇事情。我看。这是。呀哈，13年。呀哈，張總是做事業，呀哈目標哦，就係紅天嘅成法。我出過三這些，就唔知再過不切實際。頭擺係嚟當快樂呢，唔識條過一條事情。快樂就唔得盡範式，我識條路嘅經驗，好多動作。唔係喺因為我改變呢？唔係想得到嘅，我答應你嘅。Richard，其實唔離開冇一久嘅，我就交我朋友嘅，一想起來，你講時間多啲，我捱等，你咩唔會？小姐，你兩啥做出親密嘅聽嘅，經過出埋再個見面嘅。來上買包誒，做得真冇。買包嘅，重音句，來上老米說買睇。好，參考一下。你好，參考一下，參考一下。唔知對那時意思，什麼創歌嘅，對外地來講，真係無限節奏成百幾多嘅背景插音聽，因為不管從喺台上，還係喺本土寫上結特。不過一間係外地希望看到嘅，外地依法成功嘅，還係失敗嘅。我哋是憤怒過一條問題，同一天1年用1年開始結束，一場慢慢的變到無重要。那唔係我轉來，係講第一句誒。嘛，到掉時誒，
错啊，睇下一咧比咧还较无限，尤其迄银泰，规日伫医院，我下面都弄搞搞，咩唔正？嘉靖，银泰安用，要为到实习啊，无像阿强，买老记啊，已经无小失作诶，而係迄當日都那杯無限，唔係進步。来讲啊，迄道细佬会迄样诶喏，你要不要转来向请瑞成搭载顾，我用唔到嘅。嘉姐，李瑞成搞过一对女朋友冇？見下咋？不過全部都冇搞伊叫誒。迄家條迄樣嘅你啊？我冇想去講許瑞成誒，幫伊只話題做得冇？唔講係一筆轉來，吹希望都對老記行向下。轉來，轉來，早安部老學生這位哪？又來誒！老許瑞成去創誒，迄送業班人誒事情，早安部冇轉來嘅人，係葉建勳講，謝明轉來，佢有想用誒。因為咩都學成唔上師唔上水係嘛？佢轉昆蟲內教書，韓國準備老面上買鐵，唔係唔攀得，錯冇？嘅學成點啊？黎明姐就喺本期買啊，佢想要利用一擺買我嘅事情，老許瑞成又較多來去。看佢會肥條冇？許瑞成都帶平嘛解啊，細妹就按好頂燈給你。愛情記係為咗條路，係講有時間，愛希望做對平安人，係我想要救你呢，要一把懂得的時間怎做得到？你老到唔低。係唔似甲講，保證本愛嘅時間唔會單搶5分鐘，一下連牙天發出唔接誒。我聽做唔到，有必要調整你的相處模式。等我升到急診室醫師。聽說要比亞哈還較無限。牙專業愛先急診室，跟唔這麼敢老愛參詳？唔明啲，愛看重嘅係向下討論，唔係本人同啲結果。今日拿到報出，我要把持1年嘅事情，咩唔是老人參詳，係冇？来，李董，李太太，你们请。哇，真胖哎！哎呦，嘿嘿。你们现在看到的是1楼，还有等一下还有2楼，这一栋楼加起来总共有4个房间。在我右手边这个是1楼最大的主卧室。哦，赞。这栋哦，20年，你看拢无潮湿。哦，现在拢无湿的，我讲唔知影呢。来，我传你来看见。好，来。学成。Come here.
泥源刺锹形虫，台湾特有种哎。有含学成来，加只标本做好诶，选万年嘅。哎，怎么个标本啊？来我去照顾佢啊。那里有虫啊！快点啊！快点啊！哎，李总，李总，你干什么啊你？这个是泥源刺锹形虫。李董，歹势啦，若是讲恁太太惊虫哦，这间厝可能无适合伊啊。哎，你为了一只虫，这房子就不卖啦？我伊那讲泥有刺啊，锹形虫啊！严重，我得无菜。两个医生都一样啊，一转头不见蛋。怎么讲？好久不见了。杨英泰，好久不见，不得了啊！能够被你这个大医生看病，锰酸针是嘞，实习听啊。走得。你真是啊！你暗用鬼神的出救险又还血，唔是讲迟到静脉曲张。给黑马给啊！没信无？我啊，暗号施救就我啊。我呀哈投资夜店哦，唔是就走的。唔对意思，唔是人间疾苦啊！野苦俺唔兄弟，俺抢做的本唔建议，爱谈唔爱谈，有才。这种态度哦，小心以后被人告。你等一下，我去主持管侦查局，经保安部我黑烟，听讲你进一步做检查。黑烟哦，唔是的啦，我亲无汉。有才啊！俺让你打天8本小猪。哎，我老给讲，如果你来当我是兄弟的话，就不要跟任何人说你看过我。尤其黑小猪。又这来呀，要还爱死人的专属避难所诶。叫俺用一下，做唔得嘿。唔用啊？今本人有看到难得一见的泥源刺锹形虫，不过本董小皮又唔伫银行。才是嘞，样式。俺一从第2天的时间，除非想要离开。2天，迄三个伫内都爆出来的事件，讲伫内向研究都变做神son我已经过几下3天，所思的世界。全球变做上手诶，
原来世界人想的无强用，眼含嘿无老摄影店买转来，咩唔识上过，会变做房仲，怎么？不过没有你始终如一，就像我。我其实无感觉啥，特别我唔伫两班的时节，就像对因太神风，寻得力量。其实讲，顺从我做的任何决定，其实迄件无限，通我讲法，无想爱分担。我嘅小弟，做乜解啊？只有快，来，唔好因奈啊！来要做乜解啊？像扮样呢？做嘛？安尼就像爱耍呢哦，我还伫个欠。其实我老摄影店买转来，你无懂难。条款100万，拖900万，40年，大10年，基本就来。条款100万，爱哪来啊？唔爱讲下嘿。唔免讲，你骗金。上班兴爱唔好，爱浪费时间。人们的求婚，是他的什么就应该有的，尤其兴，家姐。你真给买脱了？买住迄条子塔，也迄咸洋片。我很老道，我能从对你来讲，同贴配。你看迄老条摆强用，咬去咬转。你都在商用诶，消费哦。我不请你买包嘞，迄因为我想结婚，我想老人讲，我中意，这5年来，我无因你唔想，瑞成。你很中意我，很想老爱强下吗5年前，家安饭唔留下来，可以挨老到，我永久唔会再过实现嘅。
国嘞，俺还离开俺。因为俺想讲，俺想等来，不过此外离开你，我就后悔。这5年来，我做乜嘅事情就冇念头，冇办法做研究，连一篇论文都写不出。那个热情，因为你不退了。留一种字条，就这样诶。我啥见过诶，去下载热田，真有办法唔记得。我咩书啊，应该书係咩係？瑞辰。来，我哋很唔專業。這樣事，佢挺愛離開嘅，就按人難等嘛。有我做得我所有錢送本來。瑞辰，你眼唔好。唔好去輕啊！谢小姐，你交屋成功以后，我们就不要再见面了。再次提醒你，依照合约书内容，如果你想毁约的话，需负担买方的违约金，请你想清楚。民生买太嘞，俺们还出国嘞。今年热天越来越热呢。还讲这样事，当谈恋爱就好诶。老几比起来，有感情多诶。那是，那是有通过 MH 解法。学生，你用没啊？啊？英泰，唔係要飛，係可以搞波嘅，喺重複真理。唔用啥，就去搞好嘅個。你刚才嘛个意思啊？张兄妹嘛个意思？
你有啥用下时间去动手诶？我还请你想办法不快乐嘅，唔嘞？啥法按多时间伫夹成风？唔免应该花时间伫夹成风，记得无？瑞春妹係唔親好嘅朋友，特擺攞佢強下嘅時間，就本來知道自家行喺5年前，但搶愛等無少無理嘅自家。你那看頭前呢？你做出唔係太好神啊！來，唔是再講一條花。嘉琪，你喺啲前班分之一記飛地圖，到終點將請到對方嘅，莫放棄好冇？想做我留下來嘅理由，不過我意思咧就冇想我留下來嘅。分手啦。带小孩来这种地方干什么？你要给俺们用的做哎。按压哎，用给一嗓你都不卡，那你秃啊？喂，爸爸哈。哎，紧唱你死哎！别再进钱，我要搬出去。这么给啊？这样，翻译嘞！同意啊，吐後係想捧你。你跟我们买账，有没有意思？就要在意思。谢小姐，请不要为难我们。委卖合约书上写得清清楚楚，一切售物的细节由本公司与乙方交涉，甲方需全力配合。现在买方提出修缮售前瑕疵的要求，你就必须履约处理。买人爱讲几条专业名词，总讲一句爱买账，那个某的没有瑕疵。谢小姐，厨房上的烧焦痕迹、凹陷的楼梯板，还有墙上的涂鸦，找人来做些木工重新粉刷，不用花多少钱。还坚持老某的要报1年落去用的，还讲佢天初爱爱账，佢就卖平平呢。某大某都在坚持，交屋成功之后，他把整个房子拆了，你也拿他没辙。不过瑞辰，爱爱修缮售前瑕疵，来证明做唔到。
双方意向书先前就签订了。让我再次提醒你，后悔需负担2%的违约金，请你再考虑清楚。不予停止，陈冠强、欧一李纯，我们用啥来认真？我咩都按呢，最隐秘无碍。啥来嘞？听爱你，有冇人？王爷讲，做宠诶，青丝合。当年那天3剑客驻欧一强下第3度做宠诶。这个是你得哦。你得昆虫呢，就很奇怪。用沙山的存入了心都嘅山，天公惨惨的用你的呀，笑眯眯嘅碰碰的呀。老水嘅皮头。